喺呢段影片入邊，我哋會判斷點同埋圓嘅位置嘅關係。我哋要判斷對於呢個圓，下列每一個點係喺圓入邊、圓出邊定係喺圓上面。要做到呢一樣嘢，我哋要先知道呢啲點同埋圓心嘅距離，然之後再同半徑比較。如果距離大過半徑，咁呢一點就會喺圓嘅出邊；如果等於半徑，呢一點就會喺圓嘅上面。然之後如果細過半徑嘅話，呢一點就會喺圓嘅入邊。所以我哋首先要揾出圓心嘅坐標同埋圓嘅半徑。注意呢個圓嘅方程係寫成一般式嘅，所以我哋可以好容易咁揾到呢兩個資訊嘅。圓心嘅坐標係-2/d-, -2/e， 亦即係-2/6, -2/8， 即係3-4。而半徑係h2次加 k2次減 f 嘅平方根，所以係3嘅2次加-4嘅2次減16嘅平方根，亦即係等於3。跟住落嚟嘅步驟就好簡單啦，我哋先揾出題目入邊每個點同圓心嘅距離，然之後睇下佢係大過、等於定係細過3就得噶啦。A 部呢一點係 a6-4，注意呢個點嘅 y 坐標同圓心嘅 y 坐標係一樣嘅，所以呢兩點之間嘅距離就係佢哋嘅 x 坐標嘅差，亦即係6減3，即係3。呢個距離係等於半徑，所以我哋可以知道 A 係喺圓 C 上面嘅。如果畫出嚟就會係咁樣樣嘅。B 部係原點 O， 亦即係0、0。用距離公式，我哋可以得到距離係5，即係大過半徑3嘅，所以原點係喺 C 出邊。C 部係 B1-3，再用距離公式揾 B 同埋圓心之間嘅距離，得出嘅結果係5嘅平方根。用計數機計到大約係 2.236， 所以係細過半徑3嘅，所以 B 係喺圓 C 入邊嘅，就係咁樣啦。